咧又嚟到全運會嘅系列啦。我哋咧今集咧會講手球呢個運動嘅。呢個咧係一個結合咗籃球嘅技術、足球團隊同埋欖球嘅碰撞高速運動。喺香港咧有一班嘅運動員咧為呢個運動去揮灑汗水，就好似我身邊呢位林澤謙，阿謙你好啊！你好，你好。係啦，咁今日好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啦。咁我知道你咧都係唔單止係香港代表隊嘅重要成員啊，更加喺2024年巴黎奧運會咧踏上咗一個評述席，咁就以專業嘅角度啦去推廣呢一個心愛嘅運動啦。咁就非常之榮幸今日嘅邀請啦。咁啊，首先我哋都問一問你啦，至少知道你好熱愛呢個運動㗎啦。咁係當初有啲咩契機令到你揀咗呢一項手球運動咧？其實咧就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升中學啦，咁我嗰間中學咧就得籃球同手球係比較叻嘅，即係嗰陣時係學界分 division 啦，咁得呢兩個運動係喺 division 1嗰度比賽。咁嗰陣時咧，而嗰個校隊嘅手球教練咧就係我哋嘅體育老師，咁佢就係成級嘅中一都係佢教嘅。咁我覺得依家諗翻其實佢好醒嘅，佢總之就係霸住咗中一嗰個體育老師嘅位。咁咧當邊個學生可能跑得快啲啊，運動能力好啲咧，佢就會你放學嚟手球隊試下玩下啦，咁就係咁樣而接觸咗呢個運動啦。哇，咁啊都幾機緣巧合喎！咁啊知道你咧都喺大學期間咧就入咗香港嘅手球隊啦。咁同時間咧亦都要兼顧港隊訓練比賽啦，又要去兼顧學業咧，其實都係唔容易啦。你點樣平衡學業同埋呢個高強度嘅運動員生涯咧？呢個即係我會叫做學生運動員嘅身份啦，因為由中學嘅時候自己已經可能玩好多運動啦，咁就已經中學已經要學習呢一個課題，就要兼顧到學業。咁但係嗰陣時有個老師有講過，佢話你記得你個 title 係學生運動員，即係你一定係學生行先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唔一定要你讀到 number one，但係你一定至起碼你要升到學啊，或者調翻轉，其實我打波有啲成績啊，可能代表一啲青年軍去比賽啊，咁呢啲成績反而都幫到我升讀大學咁樣。咁所以由中學已經習慣咗就係練波同埋打波兩樣都要兼顧啊。咁可能大學嘅時候咧就放咗學，咁可能啲同學仔就係去玩啊，或者啲 hall life 嘅，咁但係可能我放咗學就係要去練波咁樣咯。咁就好覺得習慣咗，係啊，習慣咗。咁啊，講起呢個運動啦，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手球其實佢個來源同埋歷史係點樣嘅咧？其實手球本身就係歐洲好盛行嘅一個運動啦，咁佢係由丹麥啦呢個國家去玩先嘅。咁所以去到依家咧，其實丹麥都係世界 number one 打手球最強嘅國家啦。咁而可能亞洲地區就冇咁盛行，但係如果以歐洲地區嚟講咧，其實手球嗰個熱門嘅程度啊，或者觀眾投入嘅程度咧，係僅次於足球嘅啫。係啊，反而籃球就歐洲本身冇咁盛行嘅以前，咁所以就手球會行先啲。咁啊，手球喺1972年咧慕尼黑奧運咧就首次成為咗呢個正式嘅項目啦。咁你認為奧運呢個舞台對呢個手球嘅運動喺全球嘅推廣有啲咩嘅作用咧？我諗當然係嗰個認受性先啦，即係你入得奧運作為一個項目，就一定係會吸引到好多人去留意啦、去睇啦。咁多人留意、多人睇嘅時候，自然會多人參與，咁個運動先會進步咯。咁個運動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都係比較新興嘅運動啦，相對於足球啊、籃球啊咁樣。咁佢喺最初係點樣嘅一啲機緣之下去引進到去香港嘅體育環境入邊嘅咧？我諗都係由以往，我諗手球未必係一個好新興嘅運動，但係咧就係我諗近呢幾年啦，就比較越嚟越多人認識。咁啊點解咧？就係可能當我自己以前接觸手球嘅時候咧，可能同人講我打手球咧，佢都會話啊，係咪真係rugby 啊咁樣，即係會有呢啲誤解嘅。咁但係當依家手球已經係變咗係體育堂嘅可能必學嘅課程嘅時候咧，咁就至起碼大眾即係小朋友都一定會接觸到，知道我知道咩係手球先，即係唔會再搞錯啊，係咪打緊 rugby 啊定係乜嘢咁樣？我諗納入咗落去體育堂嘅一啲內容入邊，係令到呢個運動
帶俾好多人知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依家亦都有一啲可能幼兒嘅手球啊出現咗，咁係以往冇嘅，咁即係代表呢個運動其實係越嚟越多人知。即係由幾多歲開始可以玩？好細個6歲已經有呢個幼兒手球嘅代表隊咁，但係幼兒手球咧，好得意喎，拎住個波。係啦，就同我哋依家成人嘅手球有啲唔同嘅，即係會細個啲咧。係啦，細個啲啦，個場地都細啲啦，係可能會無限走步嘅俾佢哋咁樣，咁就啲規矩上有啲唔同，但係主要都係鍛鍊嗰個小朋友嘅跑跑跳跳嘅能力啦，同埋都係知道手球係乜嘢咯，即係至起碼有呢個運動喺佢哋個腦入邊，或者喺佢哋家長個腦入邊知道咗呢樣嘢先咯。話講到呢個規則啦，咁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介紹呢個手球嘅比賽規則，佢成人賽入邊佢究竟係點樣玩嘅咧？成人賽入邊咧，我哋會有長區嘅球員啦，同埋會有守門員咁樣嘅，咁就計埋咧就會有7個球員，即係各7個係啦，兩邊，咁就會喺同一時間喺個場入邊啦。咁另外就嗰個我介紹手球咧，其實我會咁樣講嘅，就係比較似籃球混合足球嘅，因為你會見到有足球嘅元素，就會有啲守門員啊，大家會向住龍門射門啊，咁呢啲就比較好足球嘅感覺。咁但係亦都好似籃球咁樣，會有啲跑跑跳跳啊、拍波啊，甚至乎啲步伐啊都有啲似嘅。咁所以就會係一個籃球混合足球嘅玩法啦，我會話最簡單介紹。咁個時間上面咧，係咪有分上半場、下半場啊、中場休息呢啲咁樣？係啦，咁就同足球有啲似啦，不過就係30分鐘嘅上下半場各30分鐘，咁一樣就中場休息咁樣咯。咁佢個得分方法係點樣咧？得分方法咧就同足球一樣，就係總之將個波擺入龍門，咁就有1分啦。係咁就完場嘅時候就睇下邊隊高分啲咁樣。咁但係咧同足球有少少唔同嘅，足球就係我哋足球有禁區都可以入去噶嘛。咁但係手球入邊咧，你就會見到其實手球場係一個半圓形嘅區域啦，喺嗰個龍門前面。咁呢個咧都係叫禁區，但係呢個禁區咧就係長區嘅球員就唔可以入去嘅。係啦，咁只可以係守門員喺入邊嘅啫。即係個半圓形個位。係啦，係喺場入邊邊個位置嘅咧？就係喺龍門對住，你當好似足球嘅禁區咁樣黐住個龍門嘅。係啦，黐住個球門嘅位置。咁但係手球嘅禁區咧，長區球員唔可以走入去嘅。係啦，咁樣咁就所以你見到。即係防守嗰方咧，佢哋都係圍住自己個半圓去防守，咁就好似保護住自己個屋企咁樣咯。係咁啊！對於啱啱接觸呢個手球觀眾嚟講咧，佢有陣時咧，我哋會聽到話咩持球不超過3秒啊，移動唔可以超過3秒。呢啲規則咧，會唔會係覺得一個束縛？又或者係你點樣去同佢哋解釋呢啲規則，係令到嗰個比賽會更加精彩啊？呢個就我諗係一個手球嘅特色啦，但係其實都同籃球好似嘅，因為籃球其實都有相似嘅規矩，係啦。3步咧其實同籃球都好似，因為籃球依家都演變到可以2步半上籃啊咁其實所以就同籃球係越嚟越似。咁而以往因為我自己細個都有打籃球咧，咁所以都會個感覺上係其實兩個運動一啲步伐上啊係會有相似嘅地方嘅，咁而手球、網球咧就係我諗比起足球同埋籃球咧嗰個反擊啊來回嘅速度更加快，即係比起籃球，因為譬如我哋會無限換人啦，可以咁而係無時無刻都可以換嘅，即係只要你一個球員喺替補區出咗嚟，咁你就可以換另外一個球員出去，咁呢啲都係加快咗比賽嘅進度啦。咁而手球亦都有消極嘅進攻嘅，即係佢就唔似籃球咁樣有計進攻時間24秒，咁但係當球證覺得咧進攻方咧冇一個進攻嘅意欲啦，即係好消極嘅進攻啦，咁佢就會球證就會舉手，咁就舉咗手之後咧，你就只可以得返4次傳波嘅機會，你就要將個波射去球門啦。咁呢啲都係加快咗成個比賽嘅流程同進度，咁所以手球嘅比賽就好刺激嘅。係啊，咁你啱啱講到啦，喂，又有啲似足球，有啲似籃球啦。原來又有啲似欖球，因為我覺得咧好多時候都會有身體嘅碰撞咁樣啦。咁喺規則上面咧，點樣可以合理咁樣去用一個身體作為一個對抗，同埋又避免呢一個犯規嘅動作情況咧？我諗呢個就係手球最有趣嘅地方啦，即係佢係一個需要綜合能力好高嘅運動，即係你可能要
喺好高速，即係上落嗰個回合嘅速度好快啦。但係你又要突然間你要做一個好精細嘅動作或者射門，跟住但係同時間你又要有對抗性，因為咧手球嘅防守嘅動作就有啲似 rugby 嘅，係啦，好似你講咁樣，咁就我哋會有少少好似 tackle 咁嘅動作，就係會去停咗對方，係啦，咁呢係合理嘅防守嚟嘅。咁但同 rugby 有咩分別咧？就係 rugby 咧就可以喺後邊從後攬低佢啦，咁但係手球就唔可以嘅，即係你只可以正對，我哋叫正對防守，前面攬住佢，咁呢個就係最簡單去分別佢係咪一個正當嘅防守動作啦，即係你只可以正面去攔截佢，就唔可以後邊攬低佢啊，側邊攬低佢啊咁樣咯。哦，咁啊呢個比賽個規則入邊咧，可唔可以都詳細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諗手球就本身打上下半場啦，咁而進攻就係7打7嘅，係啦。而我哋會透過傳波啦，不斷去揾機會啦。咁我哋得分嘅方式可能會有遠射啦，係啦，即係會唔會係有邊啲技巧就會多分啲？可能唔係淨1分，就會2分、3分咁樣。就冇嘅，就全部都係1分嘅啫，係啦。咁但係得分嘅方式有主要就係可能有遠射啦、遠射嘅射門啦，咁亦都有入攝嘅得分，即係你會見到係佢可能突破咗個防守，跟住係飛入去射波嘅，係啦。咁呢個都係手球比較為人熟悉嘅，就係遠射啦，同埋入攝得分咁樣。咁至於點樣會有入攝嘅機會咧，就可能透過自己嘅個人速度啊、突破嘅能力啦，或者咧就係透過隊友可能向住空位去進攻嘅時候咧，引到防守夾擊，咁再去分嗰個波，咁啊從而做到一個空位出嚟。延續個攻勢。哇！如果睇到呢啲嘅球技咧，應該好精彩啦，相信。咁啊，除咗一啲犯規嘅球員嘅球隊咧，會罰呢一個嘅自由球或者係7米球之外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個人嘅懲罰。咁喺咩情況之下會出現一啲個人嘅懲罰咧？嗱，如果個人嘅懲罰咧，首先7米球咧就係比較似足球嘅12碼，係啦，即係定點1對1對住龍門咁樣去射。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如果進攻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得分機會，咁但係防守方就破壞咗，即係犯規情況都係破壞咗咧，咁球證就會判一個7米球啦，就係等於12碼嘅噃。咁但係就好常見嘅，即係手球比賽入邊就冇足球嘅12碼咁少出現嘅喺一場比賽度，係啦。即係7米球呢個都係一個懲罰嘅方式嚟嘅。咁而另外一個罰則咧，手球亦都會有個比較特別啲嘅罰則，就係叫做被罰離場2分鐘。咁就同足球你當攞咗紅牌嘅原理差唔多。咁但係紅牌就係直接離場嘅。咁而罰2分鐘就係嗰一個球員咧要離開球場2分鐘。咁而你唔可以換第二個球員入嚟頂替。咁換言之咧，係啦，你就會打少咗一個人2分鐘。咁但係即係手球場冇足球場咁大啦。咁所以你打少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都唔係差好遠嘅，係爭好遠嘅，係爭，因為個場細咗，但係你少一個人咧，咁其實你就會多咗好多空位出。係喎，咁都想問下你咧，關於運球同埋射球上面有冇啲特定嘅方向、角度或者技巧咁樣嘅咧？如果講射波咧，咁其實就冇嘅，即係你中意擺多隻手喺下邊射咁都可以嘅，咁總之個波入到龍門就咁。咁可以做埋啲表演，即係好似啲倒掛或者呢啲都可以嘅。咁但係通常即係個防守方就唔會俾你表演嘅，係啦，即係除非係一個快攻，即係冇人攔截嘅情況下。咁至於拍波咧，就同籃球有啲似嘅。咁但係咧，籃球就係即係譬如會有 crossover 咁樣。咁但係因為手球就唔會見到有呢啲動作。咁因為咧，我哋拍波嘅時候咧，手背咧一定要向天嘅，即係個規則上。咁所以就如果當我想 crossover，其實個手背已經唔係向天，咁就會係一個拍球嘅拍波嘅違例咯。咁所以手球嘅拍波就更加要仔細啲。係啦，咁就唔可以有少少反手嘅動作都唔得嘅，係啦。你哋7個隊員入邊啦，有冇話幾多個係擺喺前鋒，幾多個係中場同埋後邊守門咁樣嘅咧？嗱，講起呢個位置嘅分配咧，咁有啲籃球同足球嘅 terms 喺入邊啦。咁例如手球咧，就係因為防守會圍住個半圓啦，咁所以進攻方咧都係由左到右咁樣去排啲位置嘅。咁左右兩邊最邊邊咧，我哋會叫左右嘅翼位啦，即係有啲似足球嘅翼鋒咁樣啦，就喺最左右邊邊嘅，即係左翼同右翼。咁而入一格咧，
就會係一個副位嘅球員。係啦，副位我哋會左副同右副，咁佢哋咧嘅工作就係可能負責比較遠射多嘅，或者突破多，就係一個主要係一個得分手嘅位置我哋叫。咁而喺左右副中間咧就會有個叫做控球，係啦，咁同籃球嘅控球一樣，就係主要係負責組織攻勢啦，或者係策劃一啲戰術啊咁樣。咁而咧我哋亦都有中鋒呢個嘢嘅，中鋒呢個角色咧就同籃球都有少少似，咁中鋒就通常係啲偏高大啲嘅球員去做，咁就會喺敵方嘅防守入邊嘅，就會喺入邊可能做一啲策應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對抗啊多嘅工作嘅，咁再加埋守門員，咁就7個位置啦。咁即係喺嗰個虛線半圓入邊咧，只可以係出現守門員呢個球員。咁就唔可以有多過一個人或者係負責前鋒嘅喺入邊咁樣。係啦，即係譬如啱啱有講到，可以換走一個守門員，就換多一個長區球員入嚟進攻啦。但都唔可以。咁但萬一係你有咩失誤啊，咁你唔可以求其揾一個長區球員，即係走入去護空門咁樣就唔可以嘅。即係你一定要換翻個人出去，換翻一個龍門入嚟咁先可以。龍門就永遠係喺龍門嘅嗰個位入邊。龍門咧係可以走出嚟射波都得嘅。但係咧，調翻轉就唔可以。即係比賽進行緊，佢可以係突然之間衝去打，可以，跟住又翻去做保護。或者佢可以出嚟幫手傳波啊，幫手解決困難啊，都冇問題嘅。但係調翻轉出邊嘅球員就唔可以無啦啦走入去當龍門咯。咁呢個防守會唔會佢可能都有2個角色嘅咧？又可以又前鋒又得，後邊手又得咁樣。呢個咧就同美式足球少少似嘅。咁我哋可能因為有16個球員落名啦，咁所以16個入邊咧，其實佢哋各自咧係首先會專職一個位置啦。咁二嚟咧，亦都我哋會有分，有啲球員可能係專做防守，有啲係專做進攻咁。所以你會見到可能因為守完之後咧，會有啲球員走咗出去換咗啲進攻嘅球員入嚟。咁當進攻完啦，佢哋就會即刻跑翻出去換翻啲專職防守嘅球員。因為啱啱講到啦，手球嘅綜合性好高啊。咁你未必每一個人你都可以又守到，又進攻到，又跑得快，又大隻咁樣，未必有呢啲咁嘅球員嘅。咁可能有啲球員某方面佢係可能防守特別好，特別硬淨嘅，咁佢就可能係一個屬於專職防守嘅球員。咁就防守嘅時候佢會換出嚟，但係進攻嘅時候佢就會換翻另一個進攻可能比較好嘅球員出嚟咁樣。咁呢個都係手球嘅特別之處咯，因為佢無限換人，咁所以可以好似美式足球咁樣有進攻組同防守組出現。咁喺手球嘅一個球場上面啦，球員之間有冇啲係外人聽唔明嘅一啲行話或者係術語，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行話就可能首先2分鐘啦，我哋話2分鐘就係罰佢離場2分鐘啦，係啦，就唔係周杰倫啦，係啦，唔係俾多2分鐘，係罰佢離場2分鐘咁樣。咁而另外咧，如果係一啲冇罰則嘅犯規啦，即係可能正當嘅防守，可能撳停咗佢嘅，咁球證都會吹，就我哋會話9公尺咁樣。9公尺就係嗰個手球場會有條虛線嘅，好似3分線咁樣圍住個半圓。喺個半圓嘅出邊有條虛線，咁嗰條咧就叫9公尺線。咁就當所有冇罰則底下嘅犯規咧，咁就會要出翻虛線出邊開波，咁啊再去重新組織部個攻勢咁樣。呢就係比較手球常見嘅 terms。咁但係另外仲有一個關於射門嘅可能嘅手球嘅 terms 就係我哋會話落西咁啊。落西就係因為你籃球冇得落西啦，即係足球同足球嘅落西差唔多，即係腳趾尾拉西差唔多。咁手球嘅落西咧就係我哋會唔係直射個波入網，咁就係可能有啲落咗啲旋轉落個波度，等佢落地嘅時候轉翻入個龍門度咯。咁就係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技巧。旋轉添啊個波係啦。咁你覺得而家香港現時嘅手球文化係點樣咧？我諗係真係越嚟越多人會知道先啦，因為即係我覺得一個運動就係好睇佢幼兒嘅推廣同埋學界嘅推廣到成點。咁而呢兩方面其實手球都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即係有手球幼兒手球嘅出現啦。咁而學界譬如一啲精英賽啊，都係搞得越嚟越搞得越嚟越大啊！我哋應該話越嚟越大型，即係同我以往自己創嘅學生打嘅時候就可能普通體育館，咁但係可能譬如今年嘅精英賽已經係去咗啟德體藝館嗰度打，亦都會有網上嘅直播啊咁樣，咁呢啲都係
象徵住呢個運動喺香港其實係越嚟越進步咯。係，咁有冇啲手球嘅特別傳統或者係一啲風俗啊習慣咁樣？我諗最特別咧就係我哋打波啦，即係練波或者比賽咧，我哋都會搽一啲我哋叫手膠嘅物體。咁就係有咩用嘅咧？就係等我哋可以黏實啲個波。咁但係黏得嚟咧，其實係可以好黐嘅。咁所以嗰個我哋練習嘅其中一個課題就係你點樣喺個波好黐嘅情況下，你可以傳波啊射波都係一個啱嘅力度角度咁樣，即係就唔好以為黏住就係一定係好事，即係有時太黏都唔係一個好事啊。咁但係呢個就比較特別咯，即係好多人一講起手球就會可能諗起，你哋係咪要搽啲咩去打㗎咁樣？咁呢個就係比較特別嘅傳統。幾特別喎，因為搽呢個膠其實都未聽過，佢係專課手球呢？係啦，專課手球嘅。咁以前咧，即係場地冇咁多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要練室外場。咁室外場就相對污糟啲㗎嘛，即係好多塵啊咁。咁每次練完波咧，其實隻手都係黑晒嘅，因為你黐晒啲污糟嘢。黐晒啲污糟嘢。咁但係依家就即係配套啊，所有嘢都提升咗啦。咁有室內場啦，咁相對上就冇咁污糟啦。咁知道你曾經喺唔同嘅國家啦、賽事入邊啦比賽，亦都同唔同嘅國家對手咧去交手過啦。咁你觀察到每一個國家之間佢有啲咩明顯嘅文化差異咧？我諗如果係東南亞地區咧，就係首先最強一定係日本同韓國啦。咁韓國就可能佢哋一啲個人嘅步伐咧係好注重嘅，特別強嘅。咁而日本依家就已經可以話係上到亞洲嘅 top one 啦，即係本身日本喺各個運動佢哋都培育得或者發展得好好。咁日本就係更加多係一啲傳波啊、小組嘅攻勢啊會特別強啊。係。但係同時間佢哋個人嘅能力亦都不斷提升緊，咁亦都好多外流嘅球員啦。咁所以東南亞就日韓又比較強啦。咁而講到西亞地區咧，就係可能巴林啊、卡塔爾啊、沙地阿拉伯啊呢啲，佢哋個身形咧，即係雖然佢哋都叫亞洲地區，但係佢哋個身形已經係偏向比較有啲似歐洲人、歐洲打法，即係比較厚身啲啊、高大啲啊咁樣。咁同東南亞即係大家都係亞洲，但係同東南亞嘅隊伍嘅打法又已經有另一種唔同咯，有第二個風格咯。咁我都想問下你，香港嘅主要對手有冇話係集中咗喺邊一個國家嘅咧？我諗如果香港嘅話，我哋即係依家係越嚟越進步嘅，咁所以我哋喺一啲國際賽其實都係望住上面嘅隊伍嚟打，即係可能會想喺啲強隊度吸收多啲經驗啦。而主要我哋會想贏到可能係即係台灣啊、中國啊呢啲比較近嘅強隊咯。明白。咁手球運動啦，知道都同時要具備一個速度啦、力量同埋技巧啦。喺日常訓練裏面咧，會集中喺邊一個訓練嘅模式咧？我諗我哋嘅練習嘅模式係都好綜合嘅，因為本身手球就係一個綜合能力好高要求嘅運動。咁我哋可能會做好多重量嘅訓練啊，會去 gym。但係亦都同時要練一啲速度啊、爆發力啊咁，咁所以就各種唔同嘅模式都要咯。係，即係又要練下足球嗰種跑力啊、毅力啊，跟住亦都要練佢個碰撞能力啊咁樣。即係幾方面都要練咁。咁啊，手球入邊啦，團隊配合咧，其實都我知道好重要啦。咁你點樣可以培育到一啲隊員之間嘅默契咧？我諗。因為我哋練習嘅時間都成日都會見，所以感覺上大家就係屋企人咁樣，即係有時見隊友仲多過見屋企人嘅，真係。咁就即係你會無時無刻都同啲隊友一齊嘅時候，就自然會傾好多偈啊！即係除咗球場上嘅嘢，可能球場下嘅嘢都會互相俾大家意見啊咁。咁呢個就係慢慢建立咗個關係同感情喺度咯。咁你都參加過大大小小嘅比賽啦。咁喺你入邊比賽咁多個裏面，邊一個比賽令到你更深刻、好刻骨銘心嘅咧？我諗會係我自己第一次嘅亞錦賽啦，因為一嚟係第一次嘅係咯，我第一次亞錦賽啦，咁而第一場咧就係對東道主，當時就去巴林打嘅，咁就對翻東道主，咁而巴林就係佢哋都係嗰啲觀眾好投入啊，好多人中意睇手球呢個運動，咁嗰陣時咧第一場就係你對東道主咁，一定俾人噓爆噶啦，咁而
嗰個最震撼嘅位就係，因為佢哋坐滿晒啦，咁會打鑼打鼓啊，所有樂器出晒嚟嘅。真係打係啊，真係打鑼打鼓嘅，係啦，真係有樂器嘅。咁個氣氛好好啦，而即係當時都會預料咗會係好嘈啦。咁但係咧就冇諗過喺個場度咧，我係用盡全力嗌咧，其實我隔離嗰隊友我都聽唔到我講咩，即係嘈到呢個地步，即係完全冇諗過。嗰陣時就諗住。即係我應該點大聲嗌佢，應該喺我隔離應該都聽到啦，但係真係聽唔到，即係嘈到呢個地步啊！係咁，嗰次之後，你哋會唔會都可以除咗係講之外，有啲咩嘅動作啊，令到大家就係發覺咧，原來真係可以咁嘈嘅時候咧，就發覺可能要俾啲手勢啊，即係有啲。真係我做一啲手勢，佢會知道我想做啲乜嘢咁咯。就自從嗰次之後，就發覺係都好緊要嘅。咁對於你個人嚟講啦，下一個階段嘅目標係啲咩咧？有冇話想特別挑戰某個國家咁樣？我諗如果係for我自己，可能都會想去多啲唔同嘅地方體驗下當地手球嘅文化咁樣，即係可能有好多地方都去過打手球，但係就有啲地方都仲未體驗過咁樣，或者有時唔一定係香港隊嘅比賽，可能好似上年咁樣啦，就同一兩個隊友去咗紐西蘭嗰度，咁就去打一啲當地嘅 local 嘅比賽啫咁樣，咁但係個感覺係同即係代表隊出賽又好唔同，即係個感覺係一個手球嘅聯誼，去到參加當地嘅比賽，體驗當地嘅文化，識下當地嘅人咁樣，咁呢啲反而同出隊集訓比賽又係完全另外一個感覺，咁我覺得呢個好似有種以球會友嘅感覺，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咁另外就係都希望可能喺手球嘅教學方面會發展得更加好啊，即係多啲新血會投入呢個運動咯。咁你對於香港手球嘅發展嚟講，你覺得目前最需要係啲乜嘢咧？我諗最需要就係大眾嘅關注啦，同埋呢個資源啦，我諗所有運動都係，咁所以都好希望藉住全運會啦，難得即係主場出擊啦，亦都係喺即係成個班底好成熟嘅情況底下咧，係可以衝擊到獎牌啦，或者打到一啲最好嘅成績出嚟，咁就等無論係政府啦，定係市民都會更加投入去關注呢個運動咯。好啊，咁知道你都係球員啦，亦都係我哋評述員嘅一員啦。有住呢個推廣嘅一個作用啦，咁其實你希望透過你嘅故事同埋解說咧，為香港嘅手球帶嚟啲咩嘅新景象咧？我諗最簡單，首先如果講解說即係講波咧，就希望用一個比較生動啲嘅方式，去等觀眾去了解呢個運動啦，即係唔好太過專業。即係可能比較貼地啲，等觀眾會願意去聽你講。即係可能我覺得佢講得幾淺白喎，又幾好聽，幾搞笑喎咁樣。咁等佢有個興趣去聽先。即係本身因為佢唔識嗰個運動嘅話，其實佢未必會好想去聽呢個運動嘅比賽咁樣。咁二嚟就係都希望透過少少自己嘅影響力啦，即係可能會知道，打手球就會諗起可能呢一個人，或者你講呢個人就會醒起去打手球，慢慢就係將手球呢樣嘢帶入去其他圈子嘅視覺嗰度咯。係啊，咁就等多啲人去了解呢個運動，自然多啲人了解就自然對呢個運動一定係最好嘅幫助。係啊，完全係可以啊！你嘅影響力帶到我哋觀眾更加多去關注呢個活動。聽你今日咁樣講完啦，我完全覺得係雖然咧一開始以為係好似籃球、足球、欖球啦，但係聽完咧，哇，原來真係好特別嘅一個運動啦，係結合咗一啲我未聽過一啲嘅規例啊，或者係比賽規則咁樣啦，完全係打破咗我嘅以往對手球嘅傳統嘅觀念啊！咁知道全運會咧喺11月舉行啦，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咁記得中意呢段片嘅話咧，我哋記得 comment、share 同埋 like。咁今日再次啦，感謝阿謙啦，去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希望你咧嚟緊咧都為我哋香港繼續增光啦，同埋培育更加多嘅新血，去為我哋嘅手球發光發亮。咁我哋同大家 say bye 先啦，下次見，拜拜。